今日同大家去睇君怡峰3座低層 D 室，單位實用面積842尺，係一個套3房單位。單位門口向東南，咦，睇落都唔錯噃，單位夠光猛。客廳外邊有個大露台，露台向西北，望到帝庭園同京士柏，遠處係旺角。入返嚟睇下個廳先，客廳呢邊方正闊落，電視梳化兩邊任意擺。旁邊嘅飯廳同樣好細，客飯廳加埋有成200尺。廳旁邊有間細房，面積約62尺，房間同樣望內園。廳嘅另一邊有2間房，呢間房大啲，66尺，景觀同樣望內園。房間仲有衣櫃同書架。最後睇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間隔同樣方正，面積105尺，廳房景觀全部一致。至於主人套廁，大細比例恰當，最緊要嘅係有窗㗎。最後睇埋個廚房啦，廚房係長方形，企企理理，3邊有櫥櫃。大家想嚟睇樓嘅，記得揾我，九龍豪宅姚戰將。